艺人艾利克斯和老婆李永贤从交往到结婚已24年，但平常亲密的互动却仿佛热恋情侣，是演艺圈知名的模范夫妻档。不过两人在 TVBS 看板人物节目中透露，交往初期其实不被女方的父母看好。李爸爸对艾利克斯第一印象就是个坏男孩，甚至因为李永贤这个举动很不谅解，整整1年都不跟艾利克斯说话。艾利克斯夫妇日前接受 TVBS 看板人物方念华专访，畅谈夫妻相处之道。这对人人称羡的眷侣，其实也不是一路走来都这么顺利。李永贤透露，刚交往时，他和爸爸住在洛杉矶，但爸爸周末会到旧金山陪妈妈。有次周末，他偷偷和艾利克斯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玩，没想到爸爸其实为了给女儿惊喜，跑去学校找他，没接到人已经很火大。后来还得知女儿被带去赌城，没满21岁也不能玩，对这个男生的第一印象就是坏的。还有妈妈看到艾利克斯开低底盘且引擎声很大的车子，也对他印象不佳，这个很花心。这男生真的不行。为了改善爸妈与男友间的关系，李永贤约了艾利克斯与爸爸吃饭，没想到为了留下好印象的艾利克斯，还特地穿新衣新鞋赴约，结果鞋带一直绑不紧，眼看赴约时间就要到了，李永贤情急之下在饭店大厅跪下来帮艾利克斯绑鞋带，说巧不巧。这画面被李永贤爸爸刚好看到，因此气到冷战1整年，都不跟艾利克斯说话。但情牵这么久，说没有摩擦是骗人的。谈起两人如何让爱情保鲜，艾利克斯也分享，和李永贤就算吵架绝不口出恶言，有错就会道歉，离婚2字更是大忌。他也说，夫妻最重要的还是经营。我认识的夫妻没有一对说过婚姻是容易的。我最不习惯是很多路人常常说你们好恩爱，但其实婚姻没有简单的，是要花很多时间，你要很努力、很认真、很有耐心的去培养这一段婚姻。It's actually hard.